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台湾南部客家西安一个历史地图里啊，可以讲啊，个分为讲啊，第一个是土军人同阿妈王的作为几个事件，第二呢，一个阿妈王作为几事件的一个喜剧片，用文章片改成个喜剧片，供大家参考哈。第三个呢，就是高速路中英雄好汉，也个了金钟啊，也个历史也有写出来。以后会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第四个就是美浓作夫人同李良九夫人美浓方面嘅。第五林尚文事件。第六呢，高速态度馆同长治反了因公庙嘅。一个大体嘅情况係樣嘅嚇。第七呢，就係日本時代嘅1895年，普日了同火燒中戰役嘅一道歷史故事啦，一道文章啊，都係客家一個單位考試時節時常會出題，都係一個出題嚇。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來了解我哋南部嘅度。七個重要嘅客家嘅歷史有所了解，我哋嘅先民來到台灣，台灣南部六隊地區嘅情況係樣嘅，後來都嚟同大家提供一史一語對照，一個土軍人同阿媽王嘅文章片一史一語對照，嚟託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在一個1721年，就康熙60年，屏東內部嘅檳榔欄就係一下嘅二田村有一位客家好漢土軍人，一年呢3月，土軍人率領客家子弟攻打清朝嘅檳陽，殺死嘅一個軍官莊文學。呢就係台灣歷史上嘅有名嘅乜嘅案落阿媽王作為佢反清大戰開始爆發嘅火花就開始了。在嘅4月19年，作為佢在羅漢門，就是一下嘅高雄市內門鄉西義攻打岡山，但係作為佢戰敗，就走過一個下淡水，也係嗰邊係啊，同土軍人嚟做嘅結合。一個客家佬嘅民軍啊，企圖走過下淡水去攻打鳳山縣城，就是現在嘅左陽一個地方。鳳山縣城係土軍人先打一批嘅哦。所以到了5月初一嘅時節，革命軍又在打下台灣府台南市插坎呢個地方。台灣府上也係土軍人先攻一批嘅攻一批，講起來也使人感覺到非常嘅奇怪。在10年之內啊，就革命成功，光復嘅台灣，所以台灣就建國了，就在一個1721年嘅5月1日開始啊，台灣就建國了。就在呢個開國重要嘅關頭啊，土軍人以最貴就互相搶王位嘅，大家相爭阿嚟做王。土軍人因是提出認為佢啊。出力最大，應該有一個來嘅一個沙飛山啊，一個土飛山哦，一來按土軍人咧來按到土飛山，沙飛飛因什麼山來做王，但是河洛鄉親不同意，因為反清復明，反清就愛來復明，所以佢以明朝祖先。朱元璋係同鄉相助，喺明朝嘅後代，
应该由朱一贵来做王当朝，安尼话。所以在那个5月3日，一个康熙60年嘅时日，5月3日，朱一贵登基做皇位，但是陶君英不服，不久就在台南出抗了，爆发了河洛客嚟战斗嘅开始了。陶君英失败以后，就流走刘美派走刘美，其他嘅客家橋啦，就南下回故鄉嘅。故鄉嘅客家人，聽李德講客家人在台南被人欺負，就對附近嘅河洛莊嚟做保護，發生咧河洛客莊分類嚟打鬥。台南嘅朱一貴看到南部河洛本客家人嚟做欺負，也決定派兵南下嚟支援河洛嚟打客家莊。後來看緊睇大下，在康熙60年，曾經是發生朱一貴事件。人言所講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都係在形容清朝統治之下民變是不斷嘅情形。朱一貴起義以後，內部鄉，即係喺內部鄉，檳榔啦，就擬定出啦，客家人嘅陶君英馬上響應，帶領各路人馬同朱一貴嚟合作。後來朱一貴同陶君英一個磨都好嘅，失去和氣就嚟相打，基於保衛一個保家衛土嘅想法，就是結識嘅13大狀，64首長，起義為清朝出力，六隊嘅名多時就形成了。六隊就在朱一貴嘅時節，就那個陶君英嘅時節就形成了六隊。朱一貴大軍在野下屏東灣丹與六隊義勇軍大戰，六隊客家軍結果大贏。同時，清朝南澳嘅總領像藍田鎮一級。福建水師提督史水表，也就係施琅嘅來，也前來攻打台南六義門。朱一貴頭前後背受到敵人嘅攻擊，南北作戰兩面都係節節敗退，最後本清朝軍隊所捉到，接定。陶君英等於日本清朝嘅朝廷，清軍朝廷在康熙60年9月，清朝嘅軍隊派陳福書一家族不殺為理由來騙那個陶君英來投降。詢問訊以後，朱一貴同陶君英兩子也土匪山。以及其他嘅將領全部都係斬頭示眾。事後，村民為了紀念陶君英，列碑紀念內部鄉東片村，六隊人去屏東科技大學嘅大路過世作為列碑嘅碑，但係恐怕清朝朝廷在追究民變嘅旨意嘛。所以當時一個東片村嘅陶君英嘅友好朋友大家，陶君英殺筆行在家族叛逆嘅一則事，就講清楚嘅意思啦。也係當時受到政治所逼現實嘅情況之下，不得不的做法。
有片正面提示贸易审判论影响一个事业目标嘅有片啊，有啥嚟写，就是陶强人一生人嘅写实嘅写照。各位相信，一個故事呢，實在幾神奇嚇。講嚟佢具有客家精神嘅一個硬頸嘅精神，一個有嘅陶強人嘅衣冠冢啊，一個衫褲同一個那個帽嘅總譜啊嘅用書下，一個呢用衣冠冢咯，因為當時陶強人同原來啊。nếu khi thấy được giảm thiểu giảm hết đồng tuổi cuối là相同哈，陶强人，嗰呢後來一個義勇公祠一個名話，只有奉祀做一歸事件犧牲嘅義士義民，哦一個內部嘅方面，一個義田村啦、內部村啦、五橋村啦、東邊村都係有陶強人。大量參與平壓馬王做一歸事件嘅犧牲嘅勇士嘅名話啊，同時在一個內埔鄉東邊村也有一下做一個紀念陶強人小漢嘅公園，係東邊村嘅一個。在抗戰60年9月，清朝嘅軍隊派陳復蘇以不殺個理由抹殺。一個陶強人啊，所以就想一個陶強人，結果滿審以後，陶強人做一歸一個3萬人呢，就將同時其他嘅將領也嚟斬頭殺死，槍斃就係嚇。另外呢，嘅大下嚟一下。壓馬王做一歸嘅文化人其實係高雄市內門壓馬寮10號一個地方咧，也嚟紀念一個做一歸。那個客家嘅鄉親也在一個內埔嘅東片村有一個做那個陶強人嘅墓案嚟嚇，所以我哋嘅評壓馬王做一歸事件在72年3月以後呢，就成立了西市忠義亭嘅紀念成立嘅先行，所以各位鄉親大家了解歷史嚇，所以我哋一個客家鄉親對做一歸也係有冇嚟紀念意義，多乜嘅原因讓一個陶強人讓為冇嚟紀念意義，所以對忠義祠地度裡也冇提到。一個陶強人一個事情咯，但是一個在東片村啊，也有一個一個紀念一個陶強人用嘅一個衣冠冢啊，衫褲同帽嘅一個總譜一個冢啊，兒童，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了解歷史，也是簡單所描寫嘅，因為嗰啲呢。或者播放節錄，用國語所講嘅一個陶強人同一個壓馬王，陶強人同壓馬王做一歸，因打到嘅簡單嘅歷史啊，那係詳細嘅呢？一個做一歸方面，嗰詳細嘅呢，佢上一嘅做一歸事件嘅戲劇片啊，有詳細嘅一個做一個記錄，一個。做戲樣嘅戲出，俾大家嚟這個參考。一條資料呢，都係以前我在一個客家白話語文班呢嘅教材之一，每擺都會上課嘅時間，都會將一個陶強人壓馬王嘅事件，嗰個歌書羅檔和英雄好漢廖金忠，跟美濃族婦人同嘅力量救護。林尚文嘅別府嘅嚇，一個事件，歌書同態度館長治翻譯了英國咩嘅由來，同時會講到，也有講到潘一良1895年嘅事情，火車上嗰條事件啊嚇，後來我哋將大家嚟談一個陶友所帶大家嚟
一个来东片村谈看讲一个那个 YouTube 那个 YouTube 播嘅时嘅不对咧，有或者讲我讲唔清楚哈，有一个样片，但是我一下咧，只有将一个样片嘅声音呢截录下来，提供本各位小姐大家嚟做个参考，希望大家感谢大家。那朱英贵跟杜君英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到最后朱被临时处死，杜被斩首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日据时期内埔工学校校长宋其仁上党的五股忠义庭所记载，杜君英被斩首后，部属将长官遗物埋葬在这里，旧杜英庄。台湾地区因闽南与客家族群相争，汉语方矛盾冲突械斗不断，最后导致朱一贵事件，就如旗山虎山公园内的同心布衣碑，见证当时台湾族群之间冲突的历史写照。国风遗物银牌埋葬，称其庄为杜英金庄。每次都说法，然后因为这边爱寮溪洪水泛滥，所以其中有10余户迁至今天的内埔乡中里村小中里。杜君英是潮州省海洋县人，自幼丧父，而由母亲抚养长大。康熙46年（1707年）渡海往台湾拓垦，除了租佃田地耕种，开辟槟榔里（今屏东县内埔乡）的管事私人向佃户们收田租。康熙60年，闽南人柯妹以官府折现征粮扰民为由，劝说杜君英竖起旗帜，又答应替杜君英聚众招揽。杜君英遂于3月10日举青天夺国旗帜起事于内山。起事之后，杜君英在新园下皮头（今高雄市凤山区一带）迅速聚集了庞大部众。相较于朱一贵在面对清军多逡巡不前，杜君英从赤山（今高雄市鸟松区）、凤山（今高雄市左营区）一路所战皆捷，以垦守身份带领屏东客籍用工，首先攻入府城（今台南市中西区）。杜君英和朱一贵攻陷台湾府后，因争夺王位，朱杜两人失和。杜君英的部众多有原籍福建漳州、泉州两府的垦民。然而，当杜君英以其功大，倡其立其子为王，当时以闽南势力占多数的骑士集团，却拥立同为闽籍的朱一贵为王。杜君英为骑士集团南路军的首领，仅受封为27名国公之一。对比朱一贵部却有未曾作战，而仅请托人情却可以封国公，这引起集团内部民事势力对潮州人杜君英的压抑，导致集团内部闽澳将领的不满。朱一贵以整肃经济为由，联合集团内部闽籍将领围剿杜君英，导致杜君英兵败赤坎楼下，率众北逃。
北条回逃后，败走无尾溪，后至猫耳冈，经平陵县准备乡，最后杜君晕和其子又逃回罗汉门，经高雄市内门区，躲藏于山中。康熙60年9月，清军派陈福寿以不杀为诺，诱降杜君晕。杜君晕和其子杜桂商遂即出降于清军。康熙60年10月，杜君晕和其子杜桂商被递送北京，其后都被斩首。杜君晕败后，其旧部有多人逃至黄阿楚今屏东县内埔乡建新村附近定居，并称该庄为杜君晕庄。其部将余党带着杜国公的义士名牌，回到滨南岭埋于土堆。其后因水患，部分村民迁至今屏东县内埔乡大河村居住，并在其地为杜君晕立衣冠冢。1898年，该庄依爱寮溪洪水泛滥毁庄，居民世上一说杜君晕墓与义勇庙因洪水皆完全流失，也有一说指该墓从原址随部分庄民迁移到新杜君晕庄，今内埔乡中林村。旧杜君晕庄民迁来此新杜君晕庄，将戒庄碑也带来，立在今中林村平角社区保安机车行后方做祭祀。送其人上岸推测及因缘先墓下落，村民将此建创大墓碑，墓碑上书写立杜君晕庄界，且在墓志上面多加一点以示内文，暗示杜君晕一生无间的委屈。北两岸大写文字，浩浩乾坤立墓碑，我已成败论已久。以上是问大家，感谢大家哈。有一个明朝伫对里，留下来用国语所讲的土群人嘅一般嘅历史啊哈。土群人同注意归梁朝为了张王伟啊，最后梁朝都死哦，三朝都死哦，所以个土群人嘅来嘅土匪三也系死哈。所以讲啊，一个在一个是1972年啦，吼，一个土群人时间1721年嘅时间，康熙60年。后来60年就发生了林双文事件咯，每60年都会发生。再过66年，又在1895年呢，又系甲午战争，所以历代地区发生了很多一个实在所讲啊，本人大冇得大人啦，吼，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多多了解我哋客家嘅历史，嚟作为修正我哋客家嘅社会。振兴我哋嘅客家发扬客家嘅精神，同时对客家语言嘅方面呢，所以我作为搞嘅100空白班啊，一个每班都会讲到历史本，大家嚟做一个参考，嚟做一个了解，安尼。而以上呢，承蒙大家，感谢大家，再见。承蒙按知識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